母嬰健康院會為邊啲人提供子宮頸普查服務㗎？子宮頸檢驗係為一般婦女而設嘅。子宮頸內出現病變嘅時候，可能唔會有任何病徵或者痛楚，所以應該喺呢一啲病變發展成為癌症之前加以處理。曾經有性經驗而年齡介乎25至64歲之間嘅婦女，無論係單身定係已婚，都應該定期接受子宮頸檢驗。如果你已經超過64歲而從未接受過子宮頸檢驗，或者唔肯定嘅話，你應該同你嘅醫生商討接受檢驗。即使你已經停經，或者當年冇性行為，或者已經做咗結紮手術，你仍然應該接受子宮頸檢驗。已經接受咗全子宮切除手術，即係切除整個子宮嘅外科手術，或者從來未有過性經驗嘅婦女，就唔需要接受子宮頸普查。如果唔肯定嘅話，可以請教你嘅醫生。任何已有性經驗嘅婦女都應該作定期子宮頸檢驗。除咗衛生署轄下嘅母嬰健康院，基層醫療處轄下嘅樂賢站亦有提供政府資助嘅婦女健康服務，包括子宮頸癌篩查。另外，選定嘅醫院管理局家庭醫學診所亦為符合資格嘅弱勢社群女士提供相同嘅婦女健康服務。你可以到地區康健中心網站內嘅樂賢站專頁www.dhc.gov.hk/tc/wws.html 了解更多資訊。